阮过去一年常常伫你的面前，阮有立志；常常伫年头，阮有真多的立志。无论对阮个人、对阮的家庭、对这个社会、对阮的职场、对教会、对上帝，阮有太多的立志。但是，爸啊，赦免阮，阮所做的真正是无够格，下阮真多。但是到年底，阮回想，实是欠主的恩典。 面对新的年，阮感谢，互阮阁有一个新的机会，一切重新来开始。当阮伫咧少年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时，阮随时有一个启示，逐日其实阮拢爱活伫换新的上帝的灵的因带下面，常常改革阮家己，改革这个社会。 互社会更较公平、更较正义、更较适合人，上帝百姓伫遐行起，更较会当彰显上帝的名，互阮一个教会会当诚做更较水的光灯。上帝啊，愿你的光照耀伫这个所在。今仔日的礼拜，今仔日地牧师伫阮的中间的专题，愿圣神甲伊同在，嘛甲阮所有的人同在，甲这个教会同在。阮的祈祷感谢靠主圣名，阿门。OK， 咱都闭眼心。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就伫遮快乐欢喜。咱来吟这首诗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来伫这里，咱来伫这里，要欢喜欣喜，要欢喜欣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伫这里要欢喜欣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来伫这里，咱来伫这里，要欢喜欣喜，要欢喜欣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来伫这里，要欢喜欣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来伫这里要欢喜欣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啦，兄弟姊妹，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伫今仔日2017年的最后一主日，嘛是最后一天，是主耶稣所定的日子。 安息日，咱真欢喜，咱逐个人会当互相来到主的圣殿，咱请这碟，咱互相起立，咱互相来请安。咱手一位的人甲伊讲，有你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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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你真好，我你真好，有你真好，有你真好，我你真好。咱做伙徛伫过来听这首诗歌。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咱来伫这里，咱来伫这里，要欢喜欣喜。 要欢喜欣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来伫这里要欢喜欣喜。这是耶和华，这
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请坐。伫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真好。伫无事正多祈祷中，嘛甲咱讲，伫一年的过程中，咱下足多愿，但是咱搁做到啥物？但是我相信，伫即时约书亚记内底甲咱讲，我甲我的家，服侍耶和华，找求主的心意，互伊来引带。伊是咱的主，独一的上帝。咱全家要向伊来敬拜甲学乐。伫即时咱安息日的事，咱所会得通做。我甲我的家，服侍耶和华。我甲我的主，服侍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互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家向伊敬拜，学乐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灌溉伊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拾阮绵牛。无论啥款境有，都我可以。我甲我的主，服侍耶和华。我甲我的主，服侍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互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家向伊敬拜，学乐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灌溉伊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拾阮绵牛。无论啥款境有，都我可以。我甲我的主，服侍耶和华。对天落雨水，灌溉伊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拾阮绵牛。无论啥款境有，都我可以。我甲我的主，服侍耶和华。进入伊的殿，敬拜伊。腓立比书3章13节到14节安尼讲：袂记你背后，努力向前，按照咱所插的标来走。是，伫咱明仔载，就是新的一年搁来啊！咱每一个人要插的标是啥物？我毋知，但是拢伫咧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期待咱每一个人伫逐日的内底。咱插着咱的标来做迄个换心正直的人，咱会当敬拜伊，咱做伙来敬拜伊。我全心地在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学乐天顶的白。我全心地在敬拜上帝。乐伊名了到万世，我专心敬拜伊，我唱手敬拜伊，我要学乐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重，我要全心全意学乐伊。我专心敬拜伊。手敬拜伊，我要学乐伊大尊名。我全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重，我要全心全意学乐伊。我全心敬拜伊，我要手敬拜伊，我要学乐伊大尊名。专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
请咱起立。对耶稣的树头要发出一支影，对伊的根所生的枝要结果子。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就是耶和华甲聪明的神，计划甲能力的神，智慧甲敬畏耶和华的神，伊要掠敬畏耶和华最欢喜。这时，请咱来坐念新的诫命。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宣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若三听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时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2017年最后的一个日子，最后的一个礼拜日，12月31，是阮爱存着感谢。感恩的心，用更较大的欢喜，用更较大的懊恼来感谢你。因为伫过去的一年久，2017年，阮拢得到上帝你的看顾，得到上帝你的引带，互阮还久伫即个时阵，通来到伫上帝你的殿里，来遮敬拜你，来遮献上阮的感谢。伫过去的一年，阮检查有拄着真欢喜的代志，有拄着真丰富的恩典。阮的事业、阮的学业，也检查阮伫每一项事做了拢有真顺遂。阮献上阮的懊恼感谢。当时虽然阮伫过去的这年久，2017年，检查阮也会拄着真侪郁卒的所在，阮也检查会拄着有无如意的代志，检查伫阮的亲人也有丧失的，我嘛要献上感谢，因为通过这个困苦，通过这个艰难，阮会当更较发觉。天父上帝你的恩典，甲阮三合做伙，甲阮三合伫地，有缘照顾阮。互阮虽然伫逆境的时，阮拄着困难，但是阮也献上感谢，因为通过这个逆境，通过这个困难，互阮会当更较纪念上帝你，更较知上帝你无离开阮。虽然阮会感觉，天父上帝你哪阵离阮远远，但是阮确信你甲阮三合伫地，互阮还久会当伫一年的上煞尾工、上煞尾的礼拜日，就到伫上帝你的面头前，定心来回想过去的一年，无论快乐，无论有好的发展，有好的成功，无论有拄着偌济歹境遇、郁卒、忧伤，阮拢要献上感谢，因为过去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伫新的一年，阮也要献上阮的感谢。阮确信，伫未来的1018年，你要照顾阮，要互阮伫阮人生的作务内底，虽然拄着风影，虽然也有拄着平静。但是，这拢要成做阮成长、更较感恩的日子。伫发展、伫好的境遇内底，阮要学乐；伫歹的境遇内底，阮有缘要献上阮的感谢。求你看顾阮，保守阮。
所有要经过的日子，拢伫上帝你的引带内底。但阮也将今仔日的所有的礼拜交代伫上帝你手中，求上帝你带领。现在阮有真侪人去度假，真侪人到伫外围，但是阮知天父上帝你有缘照顾因。看顾因，也看顾阮每一个人。安尼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阿免。听阮祈祷。真济，咱即时三甲来坐读经文，三甲来启用经文第14篇，经文14篇，也就是诗篇46篇，经文14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气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涌哗哗吼，这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寄生的所在，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哗哗吼，列国又动摇。万军的统帅，上帝甲咱同在。来看上帝的所做。伊压断经，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做甲咱三甲伫地。愿上帝祝咱所启用伊的话，即时咱来看，来讲读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以赛亚第7章。利玛利的囝比甲上来攻击耶路撒冷，总是攻袂破。有人甲大卫的家讲，亚兰甲以法莲已经会盟，王的心甲百姓的心拢摇动，亲像树林内的树，互风吹震动一样。咱过来看第10节。第10节到14节，耶和华阁吩咐亚哈斯讲：你着对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通求伊伫深渊，也是伫极悬的天。亚哈斯讲：我毋求，也毋试耶和华。以赛亚讲：大卫的家啊，你着听。恁互人为难兼算做小看事，也要互我的上帝为难嘛？因为安尼，主本身要互因一个兆头，看伫在色女要怀孕生囝，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也搁来看一位路加福音第1章。路加福音第1章，咱要对52节来看到53节。路加福音第1章
46节来看到55节吼。46节这是玛利亚俄罗主伊怀孕的时阵去访问约翰的老母伊丽莎白伊一条真出名的俄罗主的歌。46节，玛利亚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主来欢喜，因为伊看顾女婢的卑微，伫今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49节，因为迄个有关联的，为着我最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敬畏伊的人，伊人民因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气力，心智骄傲的，互伊赶散因有关联的人，伊吐因的胃；卑微的人，伊升因最悬；枵的人，伊用好物，互因食到饱；富的人，伊互因空空倒去。伊辅助伊的奴仆以色列来纪念人民，照伊对咱的主所讲的话来施乐，互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玛利亚甲伊生甲大，约略有3月日，才倒去因兜。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咱所读伊的话。这时要来请正歌队吼，正歌队是优质的人，互咱过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的人金句吼，是《路加福音》第1章52节到53节吼。那咱同齐来，有关联的人，伊拄因的位。你卑微的人，升伊最悬；枵的人，伊用好物，互因食到饱；富的人，伊互因空空倒去。咱华语的，来读一解看卖。他叫有富权柄的思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人得饱食，叫富足的人空空手回去。这时来请这一年上煞尾工吼，这优质的这圣歌队员吼，因欢喜唱歌来俄罗上帝吼，带咱来感谢伊俄罗主上帝。
一首学老的歌，是伫年底的时阵，唱歌队因每一年，当伫年底的时阵，因圣诞节歌曲唱了，因就想一下讲通休困一下吼。有一寡遮志愿的遮就讲，圣歌队毋通休困啦，咱家己来唱啦。阮昨咧练的时阵吼，牧师足欢喜的，伫遐咧比，一直比。我讲无明仔载你来比哦。结果咱唱了可能还无够激动，牧师无爬起来，等下佫唱一届吼。咱即时下早吼，咱得着郑永运牧师伊要来甲咱证道郑永运牧师是郑医师、郑医师、郑光仁医师的算哥哥，接辈小弟啦吼。伊即马伫台湾真人医吼，台湾真人医的教授，咱将会在讲台甲伊的题目是我心尊主最大。主来敬听王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伫即个2017年最后一天、最后一个主日，甲大家做伙伫遮敬拜上帝。到年底的时阵，咱拢会回顾，会去想即年发生的代志。特别侪感恩的事，咱会去想着讲即年中间有啥物通感恩的代志。但是咱慢慢也感受着。近年来的每一年，咱不管倒转去想讲2016、15、14、13，安尼倒转去想，每一年咧回顾时阵，若敢若毋是敢若看咱家己的故事，看规个社会、看规个世界故事的时阵，其实咱也会发现，每一届回顾时阵，嘛有侪惊吓、不安，甚至互人感觉恐怖。的即个经验甲历史，伫一年中间，嘛有侪人经验着生命的失丧，无定着，感受着人生无定着，无确定，心灵检采也受到冲击。伫电视常常看见遮个面腔，咱看到遐世界侪人的面腔，迄个面腔是咧。匆忙伫逃难、伫逃走、伫惊吓，迄种的面腔也常常出现伫咱的眼前。就到最近年底，咱还阁看见菲律宾拄着风灾，几万人伫遐失丧因的家园，甚至活命。美国即个大国家，到年底，咱看见加州火安尼烧，烧到。几十万人的厝无去，即个咱今日读的经文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城，叫做平安的城。到年底，煞因为美国总统即个 Trump 宣布讲要独独尊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人的首都，即项代志会当讲甲全世界。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久长的观点甲看法对立，即个决定又搁造成，即个敢若所谓叫做平安的城，煞变做冲突对立的城。即代志嘛还袂煞，咱看见迄个紧急冲突危机，还搁继续咧存在。我家己今年嘛拄着一个惊吓的经验。我顶半年去伫英国做研究，特别较侪时间伫苏格兰。不过3月时阵有机会伫伦敦遐迄个档案馆真要紧，咱的宣教师的资料的档案馆伫遐做研究。日时做研究，有时会用时就去行行的。3月时阵去迄个国家美术馆去遐行参观，看了时阵要行过去河边。规个路拢封起来，
才知影讲1点钟以前发生头一届迄个恐攻的事件。伦敦的3月离我去看的所在200-300公尺那点，看见遐边仔的人，逐个面腔是不安，是惊吓。伫即种不安、惊吓的世界内底，咱拄顶礼拜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伫咱中间，伫咱的世界。耶稣的降生对即个不安、惊吓的世界有甚物款的意义？伊会带来愿望的记号，咱要怎定心来了解？这是今仔日要甲大家做伙分享的主题。咱今仔日读到2段经文，拄用同款的概念，就是讲以马内利，即个耶稣基督的降生，以马内利做主题。但是2段经文咧反映的世界却真无共。一方面讲到一个真不安、摇动、悲苦的世界；另外一方面讲到迄个带愿望的一个应允伫迄个中间，也就是讲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降生，伊应允讲伊要甲咱同在，要眷顾遐个卑微的、困苦的、无助的人。即2个世界对比的中间，咱要怎样来定心来理解？伫第一段以赛亚7章即段经文，是圣诞节的时阵，咱定定咧读的经文。总是咱咧读即个经文时，一定要倒转去看伊的迄个时代的处境。当时南国犹大，伊所面对的迄个处境，其实到某个程度，甲咱台湾的社会也有真亲像的所在。迄个时阵，伫西亚的政治情势非常复杂。这是主前第8世纪，主前730年左右的代志。当时东方上大的帝国就是亚述，亚述帝国要往西边来攻击这个小国家，所以这个小国家就想办法要结盟来甲伊对抗。当时的阿兰，就是咱今仔日讲的叙利亚这个国家，就甲北国以色列结盟。咱的经文内底讲，大马士革甲以法莲因要结盟，结盟起来想要来对抗这个亚述这个帝国。当时呢，这2个小国家结盟了后，就要求南国犹大王亚哈斯嘛加入这个结盟。结果亚哈斯王无接受，所以因就联军要来攻击犹大，要来拍耶路撒冷，而且计划讲，若拍赢，要用新的一个王，就是毋是大卫的后裔的王，要来取代亚哈斯的王位。所以，这个中间，亚哈斯一方面面对这个联军的攻击，另外一方面，伊不得不得想，是毋是伊爱去甲亚述王求助？伊伫这2个中间，伫遐伫敲找什么款的力是伊会当挖靠的。咱的经文用足简单的话，伫第7章第1节安尼讲：犹大王亚哈斯继位的时阵，亚兰王利信甲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囝比加起来攻击耶路撒冷。接落去第2节，用足生动的话来描写这种危机的处境，用王的心甲百姓的心拢摇动，亲像树林内的树，互风吹震动一样。用足生动的话讲，人的心，毋是干那即个人王的尔，全国的人民的心拢摇动，亲像风咧吹树啊，迄个树啊，互风吹点仔摇共款，心亲像树啊伫遐震动伫遐摇。即种惊吓不安，用树林的树摇动来描写，互咱会当体会到一种无确定性、无安全感。咱台湾社会久长来，咱嘛经验过即种不安摇动。过去久长，因为即个欧曼阿爸中国政权，毋
毋但伫国际社会甲咱打压，佫用武力威胁要来拍咱台湾。即年中间，咱嘛看见无人机来咱遐境界所在射。毋但呢，即几年来，伊也放千几粒的飞弹瞄对咱台湾。伫即个过程中间，虽然台湾渐渐行向民主化，过去做反对党的民进党第二届政权转移重新上台，总是即个民主化的台湾，并无带互咱搁较大的安全感。伫迄个过程中间，社会还佫伫遐伫震动。过去遮个较瓦统派的遮个政党媒体嘛，继续用遮个声音伫对人民有发出威胁的声。社会内部因为改革带来内部无共款群体的既得利益，伫遐有相争。伫即种情形下，有时阵咱看咱规个台湾社会，未免地嘛感觉到台湾人的心有时阵嘛摇动，亲像树林内的树，予风吹震动共款。搁较要紧的是，咱看少年一代、年轻的一代，伫今仔日即个全球化的世界内底，世界资本市场，迄个资本主义运作的迄个市场的经济，伫遐一直伫震动。台湾的社会、台湾的经济嘛受到伊的牵连。侪遮个青少年，拄仔要进入社会，因心嘛不安。因讲叫做青年人的送乡，青年的贫穷，少年人拄仔有理想、有热情，要进入社会，总是心内未免得嘛是有无确定性。何况侪劳工、农民、中小企业者，伫即种经济变动中间，嘛心摇动。所以伫即个故事内底，咱拄仔读第一节甲第二节，若搁读落去，有出现头一个记号，就是上帝对以赛亚讲：“你着带你的囝施亚阿述去见王。”施亚阿述即个名，意思是讲少数倒转来分享的人。咱有时用较短话甲翻做讲渔民，渔民就是村的遐个人，伫灾难中间村落来平安倒转来故乡的遮个人，这是伊的囝施亚阿述的意思。所以第一个记号讲，你着带你的囝去见王，即个信息足清楚，就是着安静落来，毋通惊吓。即个囡仔的名，就是讲我一定会引带你平安倒转来故乡，毋通惊吓。迄两个联名的小国家，大马色以及以法莲，你毋免互因吓惊，毋免惊。伫咱若搁读落去的经文中间讲，因即两个国家，哪亲像两支已经火烧了的柴箍，剩迄个烟伫遐咧扑尔。你毋免惊因，上帝会帮助你经历即段的危机。你要亲像遐移民，伫灾难以后平安倒转来故乡。搁落去，王的心还搁咧震动，所以咱今日读的第二段，第10节到14节的时阵，伫迄个阿哈斯王着惊危机的中间的时阵，伊伫遐选择，我到底是要去甲阿斯王结盟，还是甲即两个联军结盟？以赛亚甲王讲：“你甲上帝求一个调头，不管对阴间还是天顶，拢会使。”哇！即个互伊选择调头，迄个空间非常大。你安怎选拢会使。结果阿哈斯王讲：“我毋敢，我太敢甲上帝求咧。”有圣经学者讲伊即个王即个讲法是假敬虔，假敬虔。
我毋敢，其实心内是无爱讲，吼。所以以赛亚就生气，你安尼定定互上帝厌烦，你要到达时啊？上帝家己要互你一个记号，就是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要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所以第一个记号无够，阁有第二个记号，有一个在色女，一个少年的妈妈要生囝，这就是记号。而且咱读这个经文，毋知影迄个妈妈是指啥。圣经学者讲，有可能是以赛亚的太太，嘛有可能是王的太太，咱毋知。过去关于这段经文，圣经学者用足侪时间伫遐争论关于在色女这字，咱今仔日学者甲咱圣经学者甲咱讲，在色女这字毋是重点，因为这字原文其实是讲少年的妇女，已经到适婚年龄的妇女。无必然是在色女，重点毋是即个妈妈，重点是迄个婴仔，婴仔是记号。即个拄啊出世，啥物拢毋知，人生还阁充满机会，嘛毋知影人生会变安怎。但是拄啊出世的婴仔，伫惊吓不安的即个政治局势下面出世的婴仔，要诚做记号。伊就是以马内利。上帝要甲咱同在，这个婴仔嘛代表一个最要紧的意义，就是讲台北的护卫袂去互换掉。你放心，台北的护卫袂去互换掉。伫第7章头前的经文讲，因已经准备一个人，叫做塔比勒，要来取代王的位。塔比勒的名嘛足水的呢。塔比勒的名意思是上帝是好的，上帝是好的。但是以赛亚带来这个记号，以马内利名搁较水，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后来马太福音就用这段经文来描写耶稣要出世的这个意义。关于以马内利这句话，圣经学者有2种无共款的看法。咱古早会记得，咱古早阁有咧写批的时阵，咱今仔真少人咧写批啊，总啊，大家可能写 email 传真，还是拍迄个 text 拍简讯，真少人咧写批啊。古早时代咱咧写批的时阵，你会记基督徒写批写到上尾啊，迄请安的话拢写以马内利。咱对这以马内利这用语拢足熟的，但以马内利到底是甚物意思？其实学者对这个以马内利有无共款的看法。一边的学者认为讲，这句话就是安慰的话、鼓励的话。以马内利就讲，你毋免惊，上帝要甲咱同在，无论你拄着甚物情况，上帝要甲你同在。总是另外，嘛有学者去看这字甲伊相关的经文，这字的概念伫圣经内底其他所在嘛有出现过。因有提出一个无共款的看法，因为讲以马内利其实毋是干那安慰的意思那点，有警告的意思，嘛带有某一种审判的意思，就是讲你毋通粉饰太平啊！咱华语讲毋通粉饰太平，你毋通有一种假安全感啊！免惊啦，免惊啦，袂啦，袂代志啦，世界拢足好势啦，遮拢真好势。以马内利嘛有这种警告的意思，用你毋通掠做你足安全，你毋通掠做讲拢无代志。以马内利本身搁较深的意思，若为这2种无共款的解说甲合起来看，伊带有一种选择的真要紧的提醒。不管是太平还是危机，你就要选择上帝会甲你同在，你都要用信心去接受这个要紧的应允。确实，咱若7章15节搁较读落去，你就发现讲7章15节以后，伫讲到迄情景是危机的情景，毋是太平，毋是太平的情景。咱若为7章15节搁读落去，就讲这生出来婴仔无偌久。
都爱去食啉甲蜜。吼，到伊知影人以前，伊爱过一段食啉甲蜜的时代。食啉甲蜜什么意思？食啉甲蜜就是过去以色列人伫旷野迄个时阵的生活，毋是因今仔日已经伫个迦南地住伫一个农业社会，吼，咱讲丰衣足食，吼，种的葡萄一定拢互因有够通享受，所饲的牛羊拢会当真好势，吼。伫遐讲起无，毋是安尼，咱若为18节读到25节。连续4段，拢讲迄时阵要安怎，迄时阵要安怎，吼。到迄时阵，牛呢会剩一只，吼。到迄时阵，葡萄足济，但是焦去。到迄时阵，生出刺皮出来，吼。所以以马内利伫即个时阵提出来一个真要紧的信息，上面应允上帝要甲人同在。另外，上面嘛咧警告，毋通假做讲这是假平安、假太平。吼，你都要警醒，你都要活伫对上帝忠实的一种的态度。所以，伫即段经文内底，上要紧的一个关键，就是咱拄仔读的第10节的头前迄节，伫以赛亚第7章第9节底下，以赛亚真清楚伫遐表达讲，你的信心。若无稳固，你就徛袂牢。你的信心若无稳固，你就徛袂牢。伫即个选择的中间，以马内利的意义是在于，你着爱将信心放伫上帝即个应允顶头。你若想讲要去靠这，想要去靠迄，你要去靠遐强权，要去靠遐军事的溃烂。你想讲西瓜挖大饼，你就会当得到安全，迄是假的安全。吼，不管是阿术，还是不管是联军，拢袂当保证你的安全。只有甲以马内利的上帝同在，你才会徛在，才会徛在。这段经文已经指向后来咱今仔日读的第2段经文，就是耶稣的出世。伫遐讲以马内利的记号，上帝要通过婴仔出世，赏赐人一个平安的记号。伫咱基督教传统来看，咱将即个上帝要应允甲人同在的记号，将伊指向耶稣基督的出世，就是咱顶礼拜伫庆祝做伙庆祝的圣诞节期。通过婴仔出世，上帝应允，伊要甲处伫惊吓不安的世界的人同在，特别是遐受苦、卑微的人。咱今日所读的第2段经文，玛利亚耶稣的老母所唱的即个歌，吼，这是一首诗啊，吼，后来嘛有真侪人甲变做音乐的剧，吼，真侪出名的作曲家将即段甲写做即个 Magnificat， 人讲尊主颂，吼，尊主颂即首歌。这首歌内底就充分的表达耶稣做一个婴仔出世以马内利的意义。伫遐一开始，玛利亚就唱讲：“我的心尊主最大，因为伊有顾念我即个卑微的女婢。伊互通过我要生的即个婴仔，伊祝福我；通过我要生的即个婴仔，伊要互心智骄傲的人甲赶散。”有权能的人要立伊的位，卑微的人声音最悬，枵的人要用好米互伊食到饱，富的人要互因空空倒去。到最后，伊的歌结束的时阵，佫一摆倒转去到上帝甲以色列人的迄个应允，讲伊对咱的祖先所互咱承诺，伊要信实遵守。伊也要顾念阿伯拉罕，伊大施行慈爱。伫即段尊主颂内底，咱看见玛利亚通过伊的歌来表达耶稣基督出世的意义。特别伊第一句唱的迄句话，讲我心尊主最大，
咱想象玛利亚伊的情景，吼，那照福音书的记载，伊已经要甲约瑟结婚，吼，还未嫁娶。即个时阵天使来甲伊宣布讲，伊要对圣神受孕，要来生婴，吼。即种就免莫讲真重的责任，通讲是一种出于想象的一种的情景，吼。咱今仔讲未婚妈妈，差不多是未婚妈妈迄种的情景。玛利亚谦卑接受即种的使命甲重担，毋然安尼，伊将即个危机的使命转化做一个新的可能性。伊咧想象我所生出来即个婴仔要完成什么款的使命，伊就伫遐期待，伫遐讲即个婴仔的出世要带来人类社会的改变，旧的迄个价值观，旧的世界迄个权力的结构要重新改变，卑微的人要得到提升，骄傲的人要去用扣落来，有权势的人、滥用权力的人，为去用律掉，遐谦卑的人地位要用提升。后来咱看规本的福音书的记载，耶稣的使命其实就正正的印证玛利亚所唱的这首歌。耶稣来到世间，就是拍破世界迄个价值观念以及权力运作的迄个体系。伊要甲人的歧视、偏见、压迫拢除去。伊特别去顾念遐个社会边缘人。伊头一摆出来传福音，路加福音第4章就讲着伊出来，引用以赛亚的话安尼讲：我来要传福音，互丧乡人，互痴迷的通看见，互受关监的得到透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要宣布上帝拯救人的喜年。这个想法拄好是甲当时社会的权力结构。罗马帝国下面迄个权力结构以及价值观相拄并。有人讲耶稣的使命就是带来即个社会的一个大转势，吼，甲并过来，甲规个甲大转势，甲并过来。毋是伊安尼宣扬福音若定，伊实际上伫世间的所做，嘛反映即种的价值。咱看伊上亲近的人。是遐个富人人，是遐个互社会看做罪人的、抽象的，还是讲遐个无互犹太法律看做清气的人，连囡仔，连侪囡仔，嘛是耶稣亲近的对象。有人讲耶稣的出世，甲这个社会受压迫者的人的人权有真密切的关系。每一年，咱会庆祝圣诞节的前2礼拜，就是世界人权日。所以，世界人权日甲圣诞节遮尔晚，其实有真深的意义伫遐，代表耶稣基督的出世，也甲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上帝要高举人，互人重新找到价值尊严，有真密切的关系。所以，咱对安尼玛利亚的这首歌甲分析，甲耶稣的使命甲分析，咱会当真简单得到安尼简单的结论：以马内利到底伊的意思是甚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亲像婴仔，亲像婴仔安尼卑微的弱势者，开始受到尊重，受到人甲伊高举的时阵。伊就代表上帝要甲咱同在的记号。咱嘛会当因为安尼，就看见伫即个不安、惊吓的世界中间，开始有愿望伫遐去用点倒起来。这样代志头一摆出现，就是拄啊以赛亚的迄个故事表明的时代。犹太国逐个人心不安、惊吓，总是以赛亚通过婴仔出世，向因表明。上帝要甲恁同在，心就要安，因为你心若徛在
你的骹步就徛在。然后第二个，伫2000年前，当耶稣出世的时阵，即个记号佫一摆表现出来，用上水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即个世间，通过伊所讲所做，向咱表明上帝要甲人同在，特别甲遐个卑微丧乡的人同在。上帝通过耶稣的受苦，要甲世界和好，特别互遐卑微受苦的人经验到伊同在的疼。2000年以前到呾，即个记号并无结束，伊到今仔日，即个记号是开放的记号，伊要向咱的显明伊的意义。今仔日伫咱的时代，咱安怎看即个记号对咱表明的意义？咱中间，什么时阵你有经验到卑微的人受到尊重、受到高举？卑微的人经验到人好，经验到上帝赏赐的信心甲仰望。咱有看到即种的记号啊无？每一年我所服务的台湾新人院，伫圣诞节2礼拜、3礼拜开始，阮有抬杠节的礼拜，每一礼拜拢有抬杠节。对差不多10年前开始，去点迄个抬杠节的蜡烛的人，拢经过特别的选择。常常第一个礼拜是学校内底迄个。咱讲原地工，吼，就是学校内底迄个做事的迄个原地工，啊是咧灶骹内底伫协助服侍的迄个妇人人，伊代表即个社会内底校园内底久长去互人忽略的人，伊伫遐来点蜡条。过落迄礼拜，可能是学校内底上拄啊出世上年岁上细婴仔，老母抱咧。来点迄个蜡条，有时阵是校内底的女学生，啊是校内底较过去伫校园常常去用忽略的人，原住民的学生代表，啊是讲身体欠安的人，有残障的人，因一个一个来点蜡条，伫点蜡条的中间，互人感受到卑微得到尊重甲高举的记号。虽然是一个上等的动作来定，但迄动作咧做的时阵，就互咱想起耶稣出世的意义，也想起玛利亚唱这首尊主颂的迄个意义。这个动作，啊是讲玛利亚唱的这首歌，毋是讲敢若讲卑微的人去用高举，啊然后公义就会徛伫这卑微的人的即边，安尼若定。伊更较要紧的是咧提醒咱伫即中间看到即个记号的人，可能咱是有权力的人，可能咱是有资源的人，可能咱伫社会内底有真安定稳定的生活，咱可能享受某一种既得利益的人。当咱看到即个记号的时阵，咱嘛受到挑战，咱学习去思考、去反省，咱的骄傲、咱的自我中心。咱可能有错误的价值观，受到世界影响的迄种价值观，咱嘛看悬无看低，咱嘛可能真紧就落落去骄傲自私的迄种心态。看见即个卑微的记号时阵，咱受挑战，愿意反省，甚至带出一种悔改的行动，甲生活的方式。咱拢知影基督教诗歌内底上出名，也上侪人唱的一首歌，就是《Amazing Grace》。咱讲反正讲奇妙的恩典。过去咱的旧圣诗无即首怎啊新的圣诗有收即首伫内底。Amazing Grace 是所有的诗歌内底上侪人唱，上侪人翻译做上侪语言。上出名一首基督教诗歌，
这首诗歌写迄个词的人 John Newton。John Newton 的故事是真有意思的故事，可能有人捌听过。伊是活伫18世纪迄个时代的人，英国迄个时阵，抑阁是全世界奴隶牧业得到上大利润的国家。全世界奴隶的迄个买卖，英国人占超过一半。这John Newton 7岁的时阵，老母就过身去。后来伊老爸带伊，老爸是做出海人，做船员的，就带伊去船顶工作。几届了，伊就开始习惯海上的生活。后来捌去互掠去做海军，想要逃走的时阵，去互船长甲拍，甲伊迄落安尼公开，甲伊互伊见笑，伊后经过迄个经验非常生气，想要杀死船长，想要自杀。但是迄个过程中间，伊的人生开始面对足大的波折。后来头一摆转去奴隶船做船员，去到非洲遐几啊年的中间，伫奴隶船顶头工作。伫遐甲奴隶船的工作人员袂好，互软禁伫西非西部非洲遐。一直到有一天，伊的老爸的朋友看到伊，甲救转去英国。转去英国的过程中间，船拄着海难，伊伫水内底险险淹死。头一摆甲上帝求上帝救伊。伊讲，迄就是头一摆属灵的改变的经验。这段经验，互伊变做基督徒，但是伊讲，我的生活习惯有改变，但是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的迄大方向并无改变。伊呢开始认真做基督徒，家己读圣经，嘛开始研究圣经的原文，家己自学哦。总是呢，要继续咧做奴隶的牧业。毋然呢，搁落去10年中间，3届去做奴隶船的船长。出海，去得到足侪利润。到1757年的时阵，内心有真大的改变。想讲我已经经验到上帝恩典，要做基督徒，安尼阁无够，我有机会要来服侍人。伊感觉伊有口才，所以申请要做牧师。经过几啊年，有个人甲拒绝，伊嘛申请长老会，申请浸信会。最后7年了后，成做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为迄个以后，伊就成做一个真有讲道、真有鼓励人、安慰人的牧者，一直到死，一直到死。但是伫这段时间中间，伊的价值观还无改变。伊无做奴隶船的船长啊，但是伊的钱佫投资伫奴隶买卖的内底，所以到尾啊，伊开始受挑战，良心受挑战。亲像咱拄仔咧讲的，即个玛利亚的尊主上即种歌内底迄种声音开始咧甲插，伊开始回想伊的人生。我的上帝遐尼早就互我改变，做基督徒，经验到恩典，我的生活有改变，但是我的价值观。我对人的态度，对这个社会的体制，这种奴隶有咱讲有阶级的这种社会体制，我无改变，我还阁认为迄是好的，是对的。所以到伊做牧师的中期，伊开始支持废除奴隶的制度。这中间咱知影伊后来影响卫理公会一个议员，叫做 Wilberforce。Wilberforce， 咱知后来就成做废除奴隶制度上要紧的一个政治家，伊成做伊的朋友，鼓励伊继续做这项的代志。到伊人生煞尾，最后10年的15年左右，伊头一摆公开告别伊过去的错误，公开批评奴隶制度是错误。
伊家己过去做一个无良心的人，参与伫迄内底，毋但做奴隶船的船长，做奴隶牧业，佫得到足侪利润。吼，然后伊写一篇告别文，公开承认伊的罪甲错误。伊投入伫废除奴隶的经验内底。到1807年，咱知影英国的议会通过废除奴隶制度的命令。伊看到迄个法令通过，同迄年的年底，伊才过身离开世间。咱看去伊写的即首诗，奇妙的文典，内底告别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亲像玛利亚的歌写的是道柄，讲我心尊主最大，尊主最大的相对面就是John Newton讲的，我是一个何等罪重的人。过去我经验参与伫遐错误的体制的中间。各位兄弟，以马内利的记号就亲像安尼，伊伫微微的记号中间，互咱受挑战，互咱去思考、去反省。不管咱的社会地位是安怎，不管咱所做工作是安怎，不管咱的基督徒经验有偌尼久，当咱看见以马内利的记号时阵，咱想起玛利亚唱的迄句话：“我心尊主最大。”也看见咱家己是常常一个会骄傲、会犯罪的人。咱学习反省，学习对咱的自我中心、价值观中间来更新、成长、学习来改变。新的一年要来，明仔载开始就是新的一年。当咱回顾2017年的时阵，毋知影咱看见伫即个不安的世界中间，有5万的记号伫遐出现啊无？若是你也无看到，我想咱会当学习，遐个咱身躯边，检测较卑微的人，因的生活遐看去。遐个伫困苦中间、伫奋斗的人中间，甲看去。看到遐个惊吓不安、伫逃走的人，咱甲看去。当咱咧看遮的时阵，我相信咱会去体会以马内利的记号。卑微的所在，就是上帝听、临在、同在的所在，也是较无新的可能性、新的生命的所在。希望咱对卑微的记号学习上帝听的记号，伊要成做一个新的5万的记号，伫咱新的一年。带互咱快乐5万，也带互咱搁较深学习反省的心，互咱伫主引出内面继续来行即条要紧信仰学习的道路。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温暖疼人的上帝，阮感谢你，耶稣基督降生带来5万的记号，以马内利成做一个安慰的声，也是一个提醒的声，互阮。想起耶稣做一个婴仔，卑微伫马槽出世，伫遐卑微的人的中间进入这个世界。这种的记号也提醒阮学习看卑微需要的人的所在，伫遐经验着主理听同在的记号，互阮对这个学习来反省阮家己。当阮享受侪侪恩典，甚至生活中会得权的时阵，好处的时阵，阮心内犹原存对这个卑微的人的关顾甲意念。愿你将这种关顾意念放伫阮的心内，成做阮新的5万的记号。伫新的一年中间，继续用你无限疼甲恩典引带阮每一个人，面对何等的挑战，拢确实有助力。恩典的记号伫阮中间，阮将阮所有兄弟新的一年也交托伫主你的手，求你带领保守，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真多谢题牧师伊带来以马内利的信息，上帝甲咱三合一体，
即是咱来吟圣诗113首，圣诗113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唯一倚靠，我心无救主。因为可能你捌受苦痛，我一切挂虑，求你来解透放。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三个来奉献。
请坐，这时请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今年最后一个日，一个主日，咱三合伫遮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今仔日咱规工的中间有特别邀请陈永牧师，伊是咱台湾一个真特别有标记性的信仰的前辈。咱今仔日真欢喜，伫真无闲的中间，最后一个主日留互咱，咱甲拍一个扑克嚟，好唔好？真多谢。有一寡信仰的属灵的长辈，阮毋望拢会当陆陆续续伫咱的中间。就知一项，王牧师伫咱的中间，我捌的敢若一小部分，但是上帝的国遐尼奥妙，遐尼宽阔，都爱互真侪无共款的专长的人，因来补足我的卑微、我的不足的所在。所以，毋望咱的教会心泉直直拍开，直直拍开吼。等下礼拜煞，咱休困几分钟，可能11:10，咱就搁伫即个所在第二场的迄个专题演讲。了后，咱的食饭了，可能是差不多1:30，咱才搁来开始下晡的吼。过来拜六，咱要召开烧会，请烧会准备所有资料。然后礼拜咱要举行这个团契同工的上任，请咱备办心嘛退这个今年度所有当着我的这个同工，咱爱甲因说多谢。毋望新的一年来，旧的同工三甲协助，互新的同工咧推动各种事奉主的过程会当搁较顺利，请准备迄个咱14第二主日，正月第二主日，咱有要开中执会，请中执会各组织准备咱的资料。月底正月28，咱有要召开好会，所以咱爱切入所有这名单，然后各部会所有资料，包括过价，拢爱紧准备。咱4月15要去有一团要去圣地，要带咱的迄个是迄个郑牧人牧人长老要带咱，这拢因兄弟啊吼，所以有44个。然后咱要有开，请迄个工人医师要甲咱开这个圣经以色列的课，请咱开始报名这个课程，不管有要去的，无要去的吼，请咱拢报名。所以圣学院开始会当报名，后礼拜咱有要开幕式。咱伫咱1楼入口的所在，遐有一寡灵修的册，请咱去取用吼，毋望逐个人都爱注意家己信仰的造就，特别做长老执事的，请注意伫家己个人灵修，以及爱去参加各种信仰神学的训练，因为咱的信仰都爱会好势，才有法当带上帝的教会甲上帝的百姓。逐个人，因为咱即马伫迄个遮的车辆哪来哪多，请咱三甲配合1楼，咱即个族人。机车会当契合好势吼，特别毋望会当逐个人来教会提早几分钟。若无你家己若有事奉，佫时间到啊，可能你乌多马会咧骑找无位当骑所以请逐个人特别事奉则提早一下。咱伫迄个利和是吧？停车场，咱南边迄个遐有一寡官友的迄个停乌多马会停铁马的所在，所以若来尽量去停迄边遐。才留互一寡年长的人，留一寡互年长的人。特别办公室有咧推动，即个大门尽量拢净空，因为即马轮椅来，还是一寡身躯较无方便的，伫即个大门拢净空。请咱爱尊重遮个，甲咱安排引出的人，爱尊重因吼，逐个人有礼貌哦，多谢因。咱拜三暗的早经对即马咱就暂时停到3月初，咱再开始。然后
特别爱互咱知是为着要配合一例一休，咱办公室对即礼拜对明仔载开始，拜一办公室拢休困，好无？拜一你若要来教会，门关呢找无人，你毋通误解，因为咱即马所有政府伫咧推动一例一休，每一个人拢要有伫迄个拢要有2日的休困，所以这个工作者，咱拜一请因逐个人拢休困。休困是为着要释放身体拢较好势，但是迄个守中团因抢无其他的时间，所以拜一暗守中团会伫7楼守中锁匙咱才家己交伫适当的人的手。咱第一任的牧师，咱的第一任的牧师啥物人？张水阳牧师顶礼拜伫迄个台北的北门教会礼拜的中间伫遐昏倒，已经差不多86左右吧，所以送去马街，即马已经得到上帝恩典，已经对交病房对昨昏佫出来伫迄个普通病房，所以三体祈祷，愿上帝施恩祝福，特别即个天气的变化，请咱逐个人拢爱保重吼。请咱特别伫大岛的中间，为着教会做事工，有一项特别要报咱知。昨日有搁开迄个县政府的宗教咨询委员会。咱即马过去这是咱中华的传统，就是3月逐个人烧麻祖、炮啊啦，迄个金纸、银纸烧甲规个吼。咱即马即个是造成差不多2月、3月中华市、中华县民足艰苦的一个声。要甲逐个人报告一项事，县政府、县长、民政科这逐个人拢真配合。即个物件已经会大量直减少。我有搁请县政府逐个人努力这项事。所有的宗教团体，若要甲县政府申请活动配合看，过去是拢甲即个拜用一个民俗文化，挂即个名就来甲政府申请，政府就爱钱互因。即马即个动调，即马已经进步到，那什么单位若要来甲县政府申请活动的配合看，因就爱。因袂使用大量放炮啊，然后因袂当随便大量咧烧遐个银纸，若无县政府遮个钱无要甲因配合，无要互因。即个是一个真大的进步，所以为着要即项有得到遮个一贯道，有得到遮个佛教各种的遮个领导者，阮逐人伫遐咧开会，已经一直通过这项事。所以为着要即个事会当搁较普遍，会当互所有的庙事拢会当接受。伫正月11，阮逐个人要开较密切开会，然后望伫明年3月，过来3月，妈祖季节到的时，迄个放炮规个就降落来，烧金银纸会当降落来。所以伫2月会办一场的特别的会。所有宗教界，当然包括天主教甲咱基督教会，所有人大概县政府甲咱举办一个大的场，然后要有一个促进这个节能减碳、减少鞭炮这个音乐会、环保意识的音乐会。你感觉这个活动，大家人甲咱长老教会，咱会当来甲佛教的人斗阵办这个音乐会啊未？咱要来创，这个是咧唤起所有的居民，毋通袂记得。当咱一步一步咧杀这个时，县政府遐个人拢直直咧讲，甲基督徒配合实在是真好。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崇拜的方式，
真正才是下伫人类的健康甲迄个清气。所有的宗教人咧促进整个的人类的健康、社会的进步，无论安怎说，拢是基督教会咱的信仰才下伫迄个标准。所以县政府的人真清楚这个事。所以因即马整个咱伫咧杀的时，咱真感谢彰化县市市长逐日的早起，县长逐日的早起拢收到咱阮老师互伊的圣经节因拢会写阿免。所以请咱逐个人继续。今年咱伫咧花的是，你看市政府遐已经伫咧圣诞的气氛咧起来，县政府遐嘛已经拢起来。我咧讲，咱永福教会爱家己爱有一寡圣诞气氛。咱今年咱真多谢所有遮的同工，伫突然真短的时间内面，甲咱的教会圣诞的气氛有感觉继续高啊无？咱甲遮的同工拍一个扑仔咧，好毋好？时间真短，但是咱规个拢有咧起来，请咱逐个人三甲来这个遮有一寡迄个，我想咱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正月份的生日，咱后礼拜咱再来庆祝来，这首歌咱后礼拜再来唱。教会内面有真侪事工千里代祷，有真侪你知影的长辈身躯欠安的，请你替伊代祷，完了将一寡关怀报告办公室还是牧师知，咱该去来探访，咱都爱来去探访。愿上帝赏赐你平安。愿上帝保守你的家，明年比今年搁较得到人会听，上帝的恶乐。以上。真多谢牧师的报告。即时咱来吟圣诗400首，圣诗400首。圣诗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祝福你心神得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流活水，伫蒙雾黑暗年看见主的光，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陈牧师来甲咱祝祷。愿上帝平安，盘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福在，伫新的一年以及到永远无煞。阿门。
济白岛避讳。即咱11点10分的时阵去谈遮集合，咱要有题目师伊会第一讲，这新啊讲座真宝贵吼，嘛咱大家拢通留落来来参加享受领受遮个信息。咱休困几分钟，等下就伫遮，咱搁一摆见面，大家人去随手叮当一下，互相请安一下吼。欢迎你留咧哦。中昼咱斗阵食中昼，大家人斗阵食中昼哦。下晡也搁有，咱遮有几位新的朋友，愿上帝祝福，嘛欢迎你斗阵伫遮。